好，分享真到现场，今日好空比波咧，吼，虽然係舊大家吼來流動到嘅好空嘅東西保本大家啲，其實咧咩去舊大家咧態度吼，還有熱情咩係輕重要嘅，啲啊戲劇當中吼係看得清清楚嘅啦。因為在戲劇上，其實有沒有熱情跟你支持久不久、支撐的久不久親態關係吼，因為真的關係很大就對了。像呀，欣賞周誒，就是像團長做了老師做這麼久的時間，按重嘅時間。其實咩書到嘅、動到嘅爸爸媽媽、家長啊，你做乜該帶壞我細年嘅啊，帶壞我的小孩，沒有動到按你經驗吼，也有這種經驗吼。很多啊，而且又這樣子看到你就覺得我的小孩到底是加入了什麼黑幫？感覺被某組織控制。嗰時候是真的有發生過這樣子的故事嗎？有啊，很多啊。那時候幫他們那屆排戲的時候。就有排一排，就有家長在旁邊收證的都有。收證，直接拿攝影機那邊收證完之後，他就說，他不但把自己的小朋友帶，我也想說他在幹嘛？因為我在那邊排戲，他就一個默默的一個家長，以為是要記錄自己的小孩演出。對，我還想說你讓他拍吧。結果拍完之後，他說好，那他就，我以為他就把自己小孩帶走就算了，他就說所有人都要跟他走。所以會好傷哎，對，他就說，哎，那個全部人都回家，不准拍了。然後他就說什麼明天要拿這個是證據，然後去學校要告我什麼的，說，那我就是好像我就排戲排得比較晚一點哦，對，但是其實因為我是我自己的問題，可是有的時候排戲你會覺得就是沒有太多時間觀念，只是覺得時間夠會懂掉，對，只是覺得哎，這快要演出了，戲還沒排完，然後我們就排。然後對啊，常常會有這種狀況啊。哦，嗰時候幾年的時間，新營就真正就撤退，係冇？就停停家中安尼就這位啊。係啊，就很去調查，就轉去按先生見咩係唔係就先轉去啊。哦，咁用時係真正練習到懂啱係冇？有一點點啊。他用係10點嘅，冇查嘅冇按啱啊，係要查咗再轉啊。如果家長就會感覺因着很細人啊，電腦背唔曉，係唔係就？不錯，就真正去搜證去 pick 就錯嘅，去唔一定安尼，還有時間地點有冇？按位還蠻準安尼。唔講你對你來講，可能一下咩太上咩好，可能太好上嘅咩好，你自己知道啊，你對高中開始來停停望團中都一下，你知道佢有乜嘅改變冇？係喺佢教唔乜嘅，都一下係。吃到受益無窮嘅冇，佢冇買變，佢冇買變，佢就讓人哋去向朋友形容啊，和特別愛排戲嘅時間，佢咩能夠打來打去啊，都要追顧，冇買變啊。有看到佢不見的時間冇？有見的時間有看過冇？不見嘅。係啊，很生氣有冇？對人家丟。有啊，因為佢見的時間很用誒。佢冇，佢就直接走，轉頭一去不回，係啊，係冇？因為佢喺人哋先愛看本啊，哦，佢係忙來嘅時間，人哋會先看，係人哋佢係忙來嘅時間，人哋見了見夠，係佢看到佢就動壓，佢就走睇，佢就根本唔會排咧。哦，哎呦！王團長，你還是有你的個性哈。態度，黑某。我只是叫他們先做功課，沒有先做，猛坤，看本也不看，黑某。有的時候會，因為有的時候很累啊，自己做，因為畢竟你知道，我們做這個工作，其實我像比如我幫他們排戲，我也沒有錢的，對，那他們也知道，所以變成說，我覺得有的時候工作是一種互相的狀況，就會按用心給他丟喊按呢，這麼懶散。我覺得就是說，其實我覺得這種工作就是互相尊重，工作就是這樣嘛。你每個人有每個人工作，那我的工作是導戲，你的工作是演戲。那你今天沒有做好你的工作，其實會影響到我的工作。我可能會掉頭就走，可能是因為我不太喜歡直接，比如說我要直接生氣，因為我很容易哭。我常常罵人，罵一罵我自己先哭，就是感情太豐沛。對，就是情緒比較容易激動，然後尤其是
伴随着比如说快要演出，其实我们的压力很大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快要演出了，这个戏还拍的哩哩啦啦，然后演员还这种态度，然后这个也没弄，那也没弄，然后其实每天都是压力很大，就是情绪会造成比较情绪化一点。啊，你去给他按 key 那时间，就会你情绪比较满的时候，你去给他用来处理耶？怎么处理？怎么处理哦？转头就走，吃他一碗牛肉面。讲到那个就是想到上次那个被收证。我以前的处理方法都是自己骑车，就是到处乱。我喜欢就是我喜欢一个人骑车，然后就是脑子放空，我就在那边骑车就乱晃，然后我以前都是这样子，然后结果他就打电话给我，那个时候之后我就跟他就越来越熟，其实在那之前就不熟，他就打给我，他就说，因为他那时候觉得我也蛮委屈的，就他当下看在眼里嘛，然后他就看我一个人就落寞的又走了，然后我就自己骑车，然后他就问我在哪里，我就说我在龙潭，然后你跑去龙潭干嘛？那么晚了，我说我在骑车，然后结果他就哭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哭了，你这么给我事？咩感覺佢清脆歌，係啊無情嘅係會本人罵，你清脆歌人自己其他咩唔對我獻來啊，冇人陪佢聊。嗰時候你就陪佢打這一句係嘛？係啊，共天發，心理諮商一下。係，諮商都是咁嘅叫。就是他們會有的時候，我覺得會是，就是能走到最後，然後大家還一直往這方面走，其實都會有一些默契啦。像有的時候會跟他們有一些時候，比如說，像他們也知道，比如說，你真的有沒有在認真做這件事情？對，有沒有心啊？有心嗎？對，然後他們也會覺得就是說，哦，那你真有在付出，那我自己我也要更努力，對，看上忙一些。對，所以我覺得能走到現在，然後大家都還走在一起的，我覺得就是一個緣分嘛。對，你說我也沒給他，我們也沒有額外的薪水。對，那他們其實也很忙，也沒福利。對啊，因為拍戲其實很累。真勁嘅，係啊，按忝嘅事情，然後喺太上面太好上面吼，你喊喺很按嚟進來天數也喺劇團係冇。係啊，就感覺聽先生就清楚教啊，冇壓力啦。唔過唔知家啲學校地度太學校地就是大學裡面有冇太學校地度啊？唔知家有社團哦，唔知家有參加，因為就是大學也有一些社團嘅，唔知家就冇參加。冇，因為聽見忠心於犀牛，聽見出來啊，冇想去配啲劇團就錯嘅。唔過唱日吼犀牛劇團吼。做得講係咧誤打誤撞啦，一開始係因為愛上嘅伊咧名目咩，伊咧名目好攀法通啊，嘛個神槍啊來好用啊，都一下進來吼，進來有幾個規模嘅咩吼，呀前2年開始就有誒售票嘅演出嘅吼，咩有誒，因為呀多少吼，咩愛有咧經費嘅支出，因為咩有咧觀念咩本太價錢，其實就係使用者付費來觀看吼，來看戲，其實咩愛。納到嘅錢咩係應該嘅啦，吼，係冇。尤其係你按你劇團吼，其實收費都很便宜，吼。對，就是以大家認知的，比如說我們去看一出戲，舞台劇來講，其實很便宜。可是我覺得是一個觀念的問題啦。就是其實我覺得我們舞台劇目前在台灣，你除非你比如說你像國外，比如說國外什麼歌劇魅影啦，那種你可能會願意花好幾千去看，對，通常舞台劇，不然的話像比較不知名的小劇團的經營，其實很辛苦，因為他們會覺得，其實台灣人會有個觀念，就是說，我就算花可能300塊，對於小劇團來講，那個票可能不貴，可他會覺得300塊為什麼去看個電影？哦，嘿，大熒幕嘞，對啊，因為他們不理解，就是說，我們在這上面，我們必須要投入多少的熱情，多少，對，所以我覺得，所以變相很多劇團，他開始不走收費，他們開始找，比如說政府補助，可是政府補助它有限制就對了，他可能他就是1年就是多少預算，可是你那麼多劇團。怎麼可能全部都補助？唔過一擺係有投演文化劇嘅片沒有補助就錯嘅。有，文化局補助會補助，但是他們還是會希望就是說，
我们还是要自己去想生路。补助是第一个要件，就是他们可能在你草创期，比如说像我们刚开始走的时候，让我们走的比较顺。那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，就是像刚主持人你讲的，就是使用者付费的一块，就是我觉得有点观念呐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太多人认为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？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有努力在这上面。那你今天来看这个戏，我就会觉得就是说这很自然。不过真主要嘿，也早剧团吼，每爱走出去也就会口碑就错个，来口碑厂商被有你不是以讹传讹，口耳相传就错个了哈，就越来越多的人就会来看呀犀牛剧团的演出就错，唔但像迄高中生啊，还有去搞公演呐吼，公演的时间每位有动到售票的时间，反正大家就做对来欣赏就错个。不过像遐的演出吼，他又嘿伫桃园较动吼。周青就会在桃园的演出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团目前其实一开始的走向就是说，我们剧团是希望成立一个就是在地这方面的，在地的桃园没有嘛个剧团哈，桃园没有，很少，尤其是在地，然后我们又是主打是年轻人的剧团，抢少年呢。故说青年的时间哈，就得抢一下团众好了，大家讲一下亚白的表演的时间好不？这一次表演的时间。表演的时间，对，你讲。心仪，用客家话。这一次是什么时候呢？开始7月26号、27号的中辣艺术馆就抽给大家吼，就分享大家做在上面吼来做咧搜寻然后打一下关键字犀牛剧团有冇？某一发就会上研究演吼戏剧节咯吼，第一度就做在搜寻到的吼青年26，还有青年27吼2重吼2年哦，有动精彩的发通哦。今日咧要动欢喜吼，要动感车辆比来到现场，什么案子噻？谢谢。好，一下大家就先来聊一下，等一下平常欣赏，向下来做运动了。